多謝你420蚊。喂，唔夠錢，你可唔可以借住200蚊俾我先啊？你點解唔用 EPS 咧？你仲可以用 Easy Cash 攞埋錢添啊！係喎，咁我咧就用 EPS 俾錢，再用 Easy Cash 攞多500蚊，唔該。冇問題，等等啊。而家全港已經有超過1200間商店提供 Easy Cash 嘅服務，買嘢撳機真係可以一次過，使乜驚冇 cash 喺身啦？只要用你嘅銀行提款卡同店員講，用 EPS 俾錢，同埋用 Easy Cash 攞錢，然後輸入你嘅提款卡密碼，咁就搞掂啦。EPS Easy Cash 喺百佳惠康、華潤萬家超市、Vanguard 同埋 OK 便利店都可以用到嘅。就算去到萬寧同埋宜家家私都可以買嘢兼撳錢啦。用 EPS 買嘢，再用埋 Easy Cash 攞錢，話咁易。